對上帝的責任。彌迦書6章8節，世人啊，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什麼是善，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麼？無非是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謙虛謹慎，與你的神同行。美國嘅大政治家同埋大文豪韋伯斯特曾經獲邀去赴一個宴會，同佢同席嘅有一位自以為聰明嘅貴婦，想要炫耀佢嘅才學，於是就向韋伯斯特問啦：你一生之中覺得最偉大嘅思想係乜嘢呢？佢滿心盼望佢係會嚟一篇深奧嘅議論，去講清楚乜嘢政治上嘅大問題嘅。但係佢只係好簡單咁話，嗰個就係我個人對上帝嘅責任啦。咁樣就實在係每一個人都應該解釋嘅最重要、最偉大嘅問題。如果呢個問題解決咗啦，其他一切嘅問題亦都會根據呢個問題而得到解決。我哋如果相信我哋係上帝所做，係上帝嘅子民，咁樣我哋都有一種逃脫唔到嘅責任。呢種神聖嘅道義上嘅責任係一切宗教同埋道德嘅基礎。耶穌就用好明確、好透徹嘅兩句說話，將呢種責任概括起嚟啦。喺路加福音10章27節嗰度，佢話：你要全心、全性、全力、全意愛主你的神，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。呢個就係律法同埋先知一切道理嘅總綱。就等我哋亦都謹記先知喺彌迦書6章3-5節嘅教誨。我曾經把你從埃及地領上來，把你從為奴之家贖出來。我也差派了摩西、亞倫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我的民啊，你們要追念摩押王巴勒圖謀過什麼，比爾的兒子巴蘭又答應了他什麼，以及你們從什亭到吉甲所發生的事，好使你們知道耶和華公義的作為。慈愛嘅主啊，求你監察我嘅心，令到我虔誠謙卑咁喺你面前等待你嘅引導，令我明白我當盡嘅責任，喺任何微小嘅事上都唔忘記我係你所做，係你嘅子民，令我明白此生最大嘅責任就係信服你嘅旨意。阿門。